先生您好，先生你好，先生你好，很高兴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当欢喜为您服务，请坐。当欢喜为您服务，请坐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刚接手父亲的果园，我将接触阿爸的果子园，我将接触阿爸的果子园，有些农药喷洒施作的问题，有的位先农药的问题，有的位先农药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可以向谁请教呢？我唔知就得同埋人请教好，我唔知就得同埋人请教好。先生，您可以再说明一下吗？先生，你做得讲较清楚地位么？先生，你做得讲较清楚地位么？最近我家柑橘园的病虫害有点严重，按叫我屋卡柑咩园嘅病虫害有較嚴重地位，按叫我屋卡柑咩園嘅病蟲害有較嚴重地位，請問該怎麼處理比較好呢？請問按樣會處理較好呢？請問按樣會處理較好呢？了解，病蟲害防治相關問題屬農業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嘅相關問題係農業方面嘅業務。了解，病蟲害防治嘅相關問題係農業方面嘅業務，為農業局負責。我為您撥電話給農業局同仁，係農業局負責嘅。我同劉天發轉本農業局嘅同事，係農業局負責嘅。我同劉天發轉本農業局嘅同事，請他為您詳細說明，請記同詳細說明，請記同詳細說明。請稍等一下哦，請等一下哦，請等一下哦。先生您好，畢信成。先生你好，邵香成。先生你好，邵香成。很高興為您服務，當歡喜為您服務，當歡喜為您服務。陳先生你好。哦，先生您好。陳先生你好。先生你好。陳先生你好。先生你好。您家的柑橘園鳥卡柑橘園，鳥卡柑橘園是遭遇了什麼類型的病蟲害呢？係遇到乜嘅類型嘅病蟲害呢？係遇到乜嘅類型嘅病蟲害呢？最近黑心病跟新天牛的發生很嚴重，按叫烏生病同新天牛嘅危害當相當，按叫烏生病同新天牛嘅危害當相當。農業局有推薦什麼好的防治效果嗎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防治效果較好嘅麼？農業局有推薦乜嘅防治效果較好嘅麼？先請問您發生的時間多久了？哦，先這樣問哦，發生嘅時間有幾久誒？哦，先這樣問哦，發生嘅時間有幾久誒？受害面積有多大呢？受害嘅面積有幾大的呢？受害嘅面積有幾大的呢？一整片果園都有。哦，幾隻果子園都有呢。哦，幾隻果子園都有呢。若是情況有點嚴重，係講情況有較嚴重，係講情況有較嚴重，建議您立即噴灑農藥，建議嚴施秋後先農藥，建議嚴施秋後先農藥。那要噴灑哪一種農藥比較好呢？佢愛先哪種農藥較好呢？佢愛先哪種農藥較好呢？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您到農業委員會哦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到農業委員會哦。相關推薦用藥要先請到農業委員會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的網站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，農業藥物毒物試驗所嘅網站。網站內有個植物保護的欄目，網站圖上有一隻植物保護嘅欄目，網站圖上有一隻植物保護嘅欄目，裡面就有植物保護手冊供您參考。圖上就有植物保護手冊本參考哦。圖上就有植物保護手冊本參考哦。裡面就有噴灑農藥的建議是嗎？底部就有先農藥嘅建議係麼？底部就有先農藥嘅建議係麼？是的，果樹病蟲害的專區裡面，係啊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底部，係啊，果樹病蟲害嘅專區底部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的防治方法，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，有各種果樹相關病蟲害嘅防治方法。您可以在文件裡得知，你做得提文件地圖來了解，你做得提文件地圖來了解。
针对不同病虫害使用的药剂名称，针对某共用病虫害使用的药剂名称，针对某共用病虫害使用的药剂名称，施药方法及注意事项，用药方法含有要注意的事项，用药方法含有要注意的事项。好的，还有其他管道？好啊，还有配种罐头。好啊，还有配种罐头，可以更了解农药的相关资讯吗？做得有更加了解农药的相关资讯吗？做得有更加了解农药的相关资讯吗？您也可以到辖区的农药店询问，唔咩做得到日本期嘅农药店询问，唔咩做得到日本期嘅农药店询问，请贩卖人员推荐有效的药剂，向店员推荐友好嘅药剂，向店员推荐友好嘅药剂。我知道了。我知嘞。我知嘞。我们目前在推广中央制定的农药减半政策。我哋一下提嘅推广中央制定嘅农药减半政策。我哋一下提嘅推广中央制定嘅农药减半政策，鼓励农民少用农药，鼓励农民少用农药，鼓励农民少用农药。病害准备要发生之前，病害临终要发生之前，病害临终要发生之前，可以先做预防措施。做得先做预防嘅工作，做得先做预防嘅工作。好，谢谢你提供的宝贵建议。好，感谢你提供按宝贵嘅建议。好，感谢你提供按宝贵嘅建议。不客气。唔是谢你。唔是谢你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您再来询问。有乜嘅问题，欢迎再来询问。有乜嘅问题，欢迎再来询问。谢谢。好啊，按次 say 哦。